云林仑背乡在永武寺县道风英段的绿色磅空，这两边是拢大樟树啊，说是不是因为这风台倒去，甚至去逮到过路车。今日早起，这县府就提早封路，避免危险。也若是这云林的沿海地区，是有几落件电缆落落来事件。大樟树啊挡袂牢强风的吹袭，直接倒咧道路中央，用路人开车经过必须爱驶道。云林仑背乡永武寺线道福隆段绿色隧道，因为两边浸满路树，过去有多届因为风台所带来强风将树啊吹倒，甚至捌地过经过车辆。过去是伫咧开平面捌倒一车啦，因为这排树啊拢遇到有水停工咧。而且这是通往六轻的道路，所以主要的道路。因为这条路往常那个台风的时候，路树都会倒塌，也会影响到民众的生命安全，都会实施封路的那个管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县府交通局为31号上午针对仑背绿色隧道进行封道，若发生路树倒去，会赶紧通报厂商来排除。而云林沿海地区，某侪位电线被强风吹落的转停电。到31号上午11点，云林县告千外户停电，民众只会当通报等待复电。那好像是那里那个电线有接触到有爆炸。哦。5点我就开始熄啦，3摆到14摆就无电啦。哦，谢谢。有网表示，根据气象署资料，看来风台可能会带来强风大雨，民众随时要注意河流和附近的河川水位。县府嘛针对辖区内191处较低所在，还有容易淹水的区域，来提升排洪的调节能力，继续用云林报道。